Pilgrim 係 Roblox 上面嘅一款開放世界 RPG 遊戲。喺遊戲裏邊，你可以自由咁探索個地圖，挑戰一個一個嘅 boss， 升級以擁有特別嘅技能，並裝備唔同嘅裝備。佢每一款裝備都會有其獨一無二嘅效果嘅，配搭起嚟就可以令各種武器都擁有1+1大於2嘅效果。而今日我就要挑戰，就係用赤手空拳去通關 Pilgrim。我對 Pilgrim 嘅通關嘅定義就係殺死 Oldfast 呢個 boss。咁打 Oldfast 之前要先預備呢個寶石稿同埋降落傘啦。咁雖然係話淨係用拳頭去通關嘅，但係我某程度上都用咗其他武器嘅。而我拍完之後，我先諗起有一個可以真正就係用拳頭通關嘅方法。遊戲裏邊目前係擁有5套拳法嘅，其中一個要喺後期先可以獲得啦。一個就要擊殺一個只有喺特定時段先會生成嘅 NPC 啦。咁最後一個我拍完之後，我先諗起有呢一套拳法嘅。咁又剩翻2種拳法俾我揀啦。第一個就要做幾個打怪任務，而第二個就淨係需要直接去打敗卡街呢個 boss。為咗去盡量避免使用其他武器，我選擇咗去打卡街。作為一個 Pilgrim 嘅老手啦，只會連卡街都打唔。哇！你2嘢打死咗我！哇！呢個傷害，我打14已經打完啦。你食屎啊！OK，Pamely，而我決定就去跟呢一個岩石工匠去學佢嗰套拳法啦。咁稍為升級個裝備之後，我就去到森林裏邊去揾佢。佢首先叫我殺5個雪山上面嗰啲刺客啦。冇諗到呢幾隻嘢都唔好打。好喎，你咁樣玩，辛苦咁打死咗5個刺客之後，佢又叫我殺5個雪山上面嘅獵人啦。只係有冇諗到一滴血。係嘅，我都係升級一下啲裝備比較好。喺賣完一啲嘢同掘完一啲礦之後，我買咗把秘銀劍啦，傷害總算夠打死佢哋。喺殺完5個獵人之後，總算就可以爬上山頂去同佢學佢嘅拳法啦。順便同佢解鎖呢個爬山嘅能力，佢方便我之後喺地圖唔同嘅地方穿梭。喺學完佢套拳法之後，就總算可以正常啲人玩啦。為咗先增加我嘅血量同技能點啦，我先逐個擊敗咗 Fifth King、Viperhead 啦、Pop-Off Tyrant、呢個 Mondo Squid、Ice King 同 Magma Turtle。話時下嗰啲沙漠裏邊嗰啲媽咪真係唔知點解可以咁鬼難打嘅。咁然之後我又再次去挑戰呢個卡街啦。咁學完佢套拳法之後，就順便擊敗埋呢個 Cellot 同 Granny。咁之後為咗去前往呢個 Cloud Wilds，我就喺 Sky Battlegrounds 嗰度生存咗30 wave， 仲順便打埋雪人、Profib、魔法師、呢個 Creepy Crab 同 King Sample 之後，去掘埋一啲礦就攞到一個寶石膏啦。咁之後就去咗攞呢個降落傘啦。去攞降落傘之前，就要先擊敗 High Basin 啦。然之後，喂，你唔俾我瞓覺，我就打咗差唔多1個鐘。你有冇聽錯？1個鐘。你食屎啊 High Basin！喺順利擊敗 High Basin之後，並攞到降落傘，我就即刻去咗打 Oldfast。打 Oldfast之前，我哋要先喺地圖3個地方嘅隱藏門後面撳掣啦。咁我先喺呢個 Tailfish Island 同 Abandoned Lighthouse 撳完呢個掣之後，去到最後嘅 Cloud Wilds 順利咁撳咗最後一個按鈕啦。途中絕對冇俾嗰啲 Tangerine 撞落去2次。你話係咪啊？喺撳完啲掣之後，去到地底嘅 Morning Hollow， 經過一系列嘅跑酷之後，就到達咗 Oldfast 所在嘅位置啦。但係講真，佢個跑酷嘅位係實在有個黑嘅。我要將個熒幕較最光，我先勉強可以睇得到啲路。咁最後就係同 Oldfast 嘅激戰環節啦。
最後一位仁兄嘅幫助之下，我成功戰勝奧法。咁呢條片到呢度就結束啦。咁我之後可能可以再拍一集係真正淨係用拳頭通關嘅挑戰。咁去到呢度啊，淨係想講你食屎啊，嗨起身！6個鐘啊，6個。